把你多点放多的就多的了，用茶饼我到我那就可以了。看到那上做出人搞事了，别还他看到了这没的，怪么怪了点怪东西，你冲的东西，你冲是怎么用的？搞怎么还漏了的多啊？错了，这开了的包。他弄错了么？他不是地，不是那个漏的多了啦。我对的，我讲那个就是我那条件写了，那条件写我能给你。漏的漏那就地了，漏你的家平时的也看够讲的。你放大嘞？他电能的嘛，他搞到我一天朝我眼我一瞪我们，他都能有凶了，我还不讲呢，才搞个。天到我第一脚你打你，没在你弄个你在地下打我走。我家的那个，我家的后来也保气。